爸爸第一次俾人拉嘅時候咧，我嗰時23歲，爸爸嗰時72歲。到我24歲嗰時咧，佢就開始坐監。咁跟住我25歲生日嘅時候咧，佢就已經俾人判咗噶啦，818。由嗰時開始，我就記得我每年生日唯一個要求咧就係想見爸爸。嗰時因為判咗咧，我哋1個月只係可以探4次嘅。我每年5月13號就會去探爸爸。除咗前年啦，因為前年爸爸要上庭，咁嗰時我就去西九見佢。有得見爸爸，其實已經好開心噶啦。我而家已經30歲啦，爸爸今年都79歲，其實都好老噶啦。咁今年我就應該唔會慶祝噶啦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嘅生日願望係咩啦。咁今年接近我生日嗰日咧，有好多嘢發生，唔知會唔會有朋友見到呢個片咧？如果見到嘅話，如果想畀我一個生日禮物，咁我就請你哋為爸爸祈禱啊！其實我數咗㗎啦，我今年生日咧，爸爸就會係坐咗監5年5個月同5日㗎啦。其實已經係好耐嘅時間。多謝大家。